這五國合縱就告吹了。不過趙侯雍這幾日也派了使臣到郢都來向楚公主求婚，就住在这家驿馆裡。所以大王这一次遇上了一個劲敌呀。那趙侯雍與昭陽來往熱絡，昭陽在宮中根深權重，若他站出來為趙侯雍說話，這分量不可小覷。你今日晚些時候，給晉上送些好禮過去。即使昭陽替趙國鼓吹，那晉上也該有話可說。你送禮，他也會送禮，送來送去不就是個禮嗎？可有一樣東西比禮管用，那就是情。楚公主對秦王有情，秦王對楚公主有意，為什麼要將這個事瞞得密不透風呢？倒不如散出去，讓越多的人知道越好，最好讓趙國的使臣也知道。張子說的有理，姻緣講究水到渠成，能想法子讓趙國使臣知難而退，是最好不過了。與其苦等水到渠成，不如早早的將生米做成熟飯，這叫大行不拘細謹。妹妹，姐姐，你也是太不听话了，身子這麼虛，動不動都咳出血來，怎麼還做針線呀？我今日覺得精神好多了，想做個香囊給子謝。哎呦，往後的日子還長着呢，不在這一日兩日的。我能活到今日，全靠姐姐捨命相救。這次若沒有你，淨說傻話。上次我被蛇咬，妹妹不也是捨命相救嗎？在我心裡，我覺得我永遠都是欠姐姐的。那你以後啊，就慢慢還吧。哎，其實現在想起來，你和那個黃公子還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。妹妹福澤深厚，才能找到像黃公子那樣萬里挑一的好男人。姐姐別急，姐姐是月兒命中的貴人，月兒為了答謝貴人，定會想法子盡力成全姐姐的姻緣。數你嘴甜，好在你我都各有心上人，不然姐姐定是搶不過你的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是姐姐的心上人，我定不會與你搶。魏美人一事已經危及到楚魏兩國的關係。魏國使者離開郢都之時提出，若大王再不向魏國致歉，那會盟之事就提也不要再提了。微臣以為，合縱乃眼下重中之重，會盟尚未開始就面臨分裂，絕非吉兆。動輒便用合縱嚇人，合縱原本只是屈左徒的一廂情願，真正做起來困難重重。大王應該已經知道，2日前秦王嬴駟帶着豐厚的聘禮又來到了郢都。論誠意，那5國都是口是心非，遠不如秦國真心。大王，齊國一向野心勃勃，趙國、魏國更是心懷叵測。他們推舉我們楚國為合縱長，無非是因為秦國崛起，令他們心生懼意。他們推舉我們楚國挑頭，與秦國相鬥，兩敗俱傷。 5國表面上熱熱鬧鬧，鼓噪在郢都會盟，背地裡卻各打各自的算盤，早就同床異夢了。晉上，此話怎講？大王，臣接到密報，韓王1月前派人到咸陽，與秦王嬴駟密談。他們具體說了些什麼，恐怕除了他們自己，無人知曉。但若對楚國有利，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偷偷摸摸。 晉上大夫真是耳目靈光啊！老夫不明白的是，你只是楚國的一個上大夫，為何竟能掌握如此之多的密文消息？老令尹，大王，合縱之事能否成功，不在魏韓這些隨風而倒的諸國，而在趙侯雍、齊王這些強悍國君。
趙侯雍乃諸侯中龙汉凤雏，他派使者來郢都，求許芈殊公主，此事若成，可謂珠聯璧合，合縱會盟之事易如反掌。